许多者让人手举举愚公，冲上金地。皇帝晓得你为了夺者而去神龙祭神，大家试透试透。神龙现在天机一个人，安禄王母刚，让他闭关当掌，直到现在一直没消息。那当我都当着，到底闭关主是时候？许多者一周年的我这个读者，实抽不得高无准，并推测一斗。搿苗头差异不深，现在人问到这个问题啊，交关好回答。老太监徐世公带领几家对我讲说话要当心，皇帝还让你心正不佳，为啥闭关让当掌军事不利？所以御子底下都得哗啦哗啦三哗啦富士天师一下没有什么，说王闭关军事不利。哦，皇帝是根本。既然吃罢咱们为啥不高级本章进京举举呢？是我王凡山愚公高级本章，哎呀奇怪！既然闭关于高级本章进京，为啥我一时一个送回济公？急呀！皇帝公会上奇怪，那么是读者来安逸的这样。皇帝一发上门来，来边上来的不香么蛮好，叫啥你骨头亲戚。一想皇帝的蛮客气，还那么女无人士，说侬王凡山，既然高级本章飞机一时一个呀不好了，手堂上一定有寄生那个本章。哈！皇帝听见，哎呀，这个新人没用那不会讲呀。你冲上京的哪可以做这样的水事？有几人哪个本章都说不上才是几人啊！谁比啥人出来一本门来写视频谁明白？所以要就在这里归本来非要想着皇帝为首照顾你。我要吩咐听见大家来不满，说不啦？你才是几人啊？要想打出来出没？老太监徐世公不，你打徐世公也好办。这个社当上是有几人啊？这个星期个冲当经理够想想朗朗高于几十对头，所以大家都不想眼睛盯牢仔细多照看。比让一个人跳起来，啥人老几向下等，老几下等，70岁年纪只为看上去写的人啊，耍起吃得好，老几下等独立做你的不得了了。来这样抽出一本，这个闲话就是那生我啊！那个本章是我四出语音，我到国里吕以2个人遭遇愚昧，卷了出去，堂还不犯手定，死了为王。社堂上有一批眼中的肉中刺，母刚为水。洗脚闭关吃尽我母刚倒出去，让你做事说上。嘿嘿，不称我所料，偷偷包围。可正这个本章一文一文的，我心里不能拿他。我送上去做事呀。这个是在天知地知我的，国里吕以2个人写的。这个最高我把有2块蜡烛才夸他出个，这个家伙包容不得了啊！将来是我们愚公之余啊，成立羽毛飞过列作绯闻，拜他里。是谁帮手册神奇我王法与犯罪说老爱卿不是罪呢来那江湖实是贤之计坚如敌让一派后裔共荣有序妖言无踪言下之意那个老神那个本章言海中良不在先之际，与国与民不离；不在先之际，老臣心有私家回下。这个，两旁边个条乌云给打口口喂，出来拿到高台的出来南忙的，啊，那是不得了，3人帮4人帮，啪，全部都出来了。是啊，不在先之际，私家为乡啊！哎呀，皇帝一口不灵的，
新人谁也自家会想快说嘛。你多也准备见我们哪只皇帝家？那么答应你多，哪个新人推出去杀，我可是不说的个。什么？谁去答应？哈来哈去啊，你是来他给虚公办的嘞，你肯定打出来也讲个。见得你打出来就行，我随口一落棚发杀。对，哈老爱卿，神功真举二等归也呗。东西反水呀！对，越是在受高之意，将西之计，各全部得推出门，而此在世。领主一上命令我来不得了，实力将军。捆绑水、豆腐水、鬼子水，马上水我谁都知道。古大吉他神捆说帮走！阿姨，这是阿姨家也毫安不用让他走。哼，开我无上，比方像老太给虚公一口啥么子？我打得来的人，你老几下等够抽代表的，要想打出来报。来不及了，欧家门外头来一人一骑，我背上像胖。手也有小将，年纪很轻，但是杀得已经浑身血色，看得出是冲出重围。这匹马像飞一样，李伟一比他们，啪，落掉马鼻子，忙着马屁股上拉了两记，宝马回走啊！这到木头里真是手得快的，我也不不行啊！可能我不听苗驴不得口。四地腾空，摸一步旁，杀开，只补一张的肉计。这咱中山水没水啊？声音是好高，我要海底飞，把那白马听是本是第一名。哎，当心啊，地产都不把个公务局。哎，这就跟你说起啊。哈呀！我过来说到我们开始马匹啪，飞身上马，说到登文驴，我两米狗日一阵八卦，扑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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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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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米狗不能瞎看的呀！要中国大事不得了的大事体，那么瞎看个米狗？皇帝听见心惊肉跳，我问也是。罗密在，后人结果说去上来。邻居。本大我的大刘外将军士气一讲，哎呀不好，闭关吃就怕人来。他给他是中人，接得来后汤汤子越香越结，越香越结。再想要我这地上，皇帝不接我他给呀！将军上殿见驾。立得住！沈康弟子家来军杀到金地，我王废谁让神？欧罗王马刚麾下西营将沈康会稽神。那场将军平身，后事杀罪来。你们去啥事体？沈康眼里也过了眼堂。我敬王人一口拉哈，一怕生兵气象。若你晓得逼官当得了北仗接力，人要死他几火。我王法一岁。离开一步与我悲愤满腔，为这位马王已被困，归下。王法一岁，回到京里高德祥，这位军心真结实内。
将西茶着为喷，我是冯根玉吃回香，句句高洁金斗当，敌人是如贼是雨下，为是下了一马滩。我是从前从未生于山，闹是山通给烟山，山一居兵是居后，肯定司法居兵与两相，我是被人也住来把军人。是否挪到高级本长头上一点，天底下龙墨鱼也来。哦哟，乃也是罗队长，将本长身上真的狼多。领旨，那个皇帝来得了，本长自个可还把人家夺个，这才叫皇帝呀！站的细起来，孩子马也把人打里抓开。如果皇帝睡觉不上个头头里还我看。一到本章有几个人服侍你，接本章接本国，副本章副本国，读本章读本国，据说皇帝破土的为待遇过了。外山身之下朗读，好了，本章也可以高声朗读。什么讲为之事？二个冲锋圣旨，出征立为上去杀人，雷天之洪福，将日奋勇。律之律神，律神律剑，人以屈越，所以说服杀得飞将，对魁起将大我的人。不料正在这对这里之际，两朝不及，两人军中之对，一个负两，兵心寥落，民心惶惶，所以律之律罢，律罢律开，太京归降，被诽谤15分，铁东一行。神于一次、二次、三次高级本章进进出出，真的10到日间飞机成兵对200家奥义。莫非神已死，地下也神射死杀人？莫非少当当于周记故意那个本章谁打我就我不扬名，请地下立即出手，为国事己，为民是人。请地下说法举兵粮草，用神背成一致，哪怕致死杀人，为国心中死而无疑。神马当赤血金表，吼哟！等到杜之于给大本章破打龙狮五郎，皇帝龙墨玉来，对阵上的一口门，明明是小个血尸。眼里后浪眼当里向滚了滚，滚了滚，寂寞也低下来。哎呀！
计，血珠山杀人么飞破，一时来把兵下。斗军粮少有兵困必将，本将谁大心都把我咋是飞机是为哪桩？既然谁大本将进京，难不得一大人分口气。这里像北域时期，看来是渔人故意来那个，是因为太长望今后国阳明月路上王爷，我只四面来让口过来，今那必是分官，这必是武将为于那忠心耿耿的那神相，都是名实江山。他那位美国沙皮亮，某人吩咐忠心耿耿，特别是老人想，不为过个种事体。既然不为，那么到底啥人呢？想着路人设置，定要你下去。宋万一在思量，哎，咕噜噜噜噜噜，眼睛记住，把你想上一个人，想起了，方才是那西神农，实在当上，哎呀！刚正的新人刚到满清上国，本当御家。你皇帝分口气，今日哪个本将为十俺一个都不开门的水死了我？那么小等第一个打出来，抽走一本，帮了外头也杀走。哎呀，这女的这个人还杀个，这个人们真正的新人物，不是斗得了十俺枪的还杀他的个，非得不杀。那哈，我要努力海到里向来，替我夸了夸了，几夸了。家里来数一数啊！我要证明他真的大家来认得想得给让我们皇帝没考啊！奴为也是奴婢在守狗之意。将西之贼出出未在，生死四平古代，上天结果。明知，哎呦，他该上去让我忙的了，可是俺麻烦拿吃的先，圣之下，我的听见圣之下也杀子，这个两关之水特别起劲，砰，咣当，五光十足的高高举起，是读者帮了让眼里分头些。想不到巨愚公战争机甲，非但发风波杀他的。正那辰光天机，海上神之庄，岸上一口么沙巴娘娘刀举起来，哎呀！他一刀下去，对落到地上，哎呦，俺不抓海得出来。
随便吧，眼睛闭拢，牙齿咬紧，等杀。个等杀了往往发来的，那个我叫等杀发来，等杀发来。他该已经到外地了，圣旨下免在天之节，官复原战，上殿见驾。这官之最想出啥个名堂？发啥个？那么我记得那个手里气功啊，刀旁落来，打里绳子松头，鼓打一打里抓一抓，好，哎，行一行，行一行。哎，老爷，还恭喜老爷，胡喜老爷。杀他之为要叫恭喜啦！哎呀，没有杀你呀。要驴啊，出国对呀，已经到自地上家了。对待地上你哪讲讲呢？不是，让我摸摸看啊。分了万不一点。这地方杀？本来就没杀，那么哪会得发杀的呢？咱们万岁爷圣旨下来不斩了。哦，皇帝圣旨我来发杀。对呀。老爸爸，那叫我懒伯伯起来噻，怎么样？食堂浪向立了皇帝顶进这个锅一个八中手了了，搿顶沙马上插两个门栓的，这个啥个锅啊？上那屋来个门栓，这个不是门栓呐，什么啦？一字相雕。哦，这个一字相雕。当朝宰相谢登谢相爷，怪不得。宰相抽我一本是本杀的，真正外国的现在发杀爸爸。当然这样了。哎，老爷您哪儿去啊？为什么去？不能去啊。为啥？咱万岁爷不但不杀你，还要给你四品官带上殿检驾。哦，非但发杀，为四品官。对。那么你打个心吧，下家里到皇帝到个一家门。这干什么？我发起在头名官，我非要做在。您不要做官呐，那你去干什么？有为大宋州去把武中要做来是和实施的。哎，不行呐！我说老爷，您要是不做官呐，咱万岁知道还得杀头。为啥的呀？啊！我非要做官呀！万岁爷叫您做官，你不做官，违抗圣命，还要杀头。我就晚上杀，这些都是按我们宋最大的10几个苦浪头来杀。哎，老爷，请吧，请吧。谁都抓一走你的随便吧，将潘师傅大内嘛，干活再无用，整个苦浪头上去滚。宝宝正等10道真的是我王发杀之恩，是千岁真良。向北国之上去，身康将军谁来高举举，说生于三道本张进进，神功飞起一时一举，定入元神送中那个，32坚力大战，杀一口千了出。哈哈，那么真正高人，巴不得不杀逼鬼怕人来逮，公主于3道本上，但是那本一批带上，现在还多着杀人那个。谁都抓一住你的这个车，多少都得个，辈子说吧，老想插门手的先河，非着本人不知啥的那样3人心虚，啪啦3啪啦，多特富士体是想开了一口么浪想哎哟，但皇帝没得个半家是不好，面孔一背开去再亮，哎个光我发拉深度的500人抓住，体这个光白色，神风至金地读者口供提示。那个本章之人体式上写得清清爽爽。夫人那个说罪来，神不够实实。为什么？方才我说少当当与几人那个本章被人抽走一本，把夫人几后杀头。时间我讲出此人性命，他再抽一本，我性命神结虚。所以我想不晓得个，刚么不敢讲，谁人扒了肚里打到手指来特里一了。谁人啊，单位里谁高之类，上里发掉，光但是内光是要好个样。啊，谁请实罪伏法，知道哪个大队出罪谁请，神功谁将他在一许。既知隆恩，好哪日多灵，口浪的东指铁脚不服腾，杀你抽我，谁拿抽个人杀，对着下等看看老几啊老几。乃是4大根生几十年的宰相3个沙巴里，我想想4品冲当金的3个一根米索西，真叫么要背那个沙巴里。假使我米索西把他头脱4品要你啥道理？我为国心中还是有的，那种几人发白的老百姓要吃苦的。哎，当定是其中的王百岁，从天师上看下那个本章之人。将依此就
因此必哦，乃是宰相下等啊！实在是下等啊！哎呦，这个虎是虎的嘞，面孔烫一杯，谁等老臣在，那个本章谁给分死？这个嘛，哎呀，法子，老子去杀出尸体解决，在惠州的闭关上一派人来了，可张起带我下等，18人派的大大的不理解，可么哪弄法呢？大反正硬顶啊，硬顶也出毛病，还我要饿一点，到底是老几？你来一个模棱两可，臣取我王范水。怎样？想老人身为一国之相，实力反击，写过本章千千万万，亦须一日生活嘛，反悔了。啊，搿大对个年纪大，忘记但是讲了那个哦，你是反悔的。是啊，皇帝相信这个句话，没得俺比到。来想话，我们今朝丁老子来上去这个王范山，下等伊拉年纪都忘记搿搭做行的。不过忘记么不大和富贵今日的本章为啥不忘记？偏偏忘记闭关两国相争军国大事的本章。是啊。再说忘记只有一次，那一次、两次、三次、4次忘记呢？分明故意拿个本章再打我的。我有一次有理，谁等？你是防卫的，这么1次、2次、3次、4次都防卫不成，比你帮本章不防卫，偏偏防卫卑微之上许次同样的本章，为当了的。这战搿出来说这的老王不错啊！哎呀，这性命不离要弄他吧？搿老奸大发一蹦子，砰！追上2步，先知之下，先知之。小咖喱呀，小咖喱，那叫我咖喱个，你说不给我面子个？你是老夫，拿过本章有何凭证？当然与凭证。何福为凭？那天师为凭。天师上面正讲啊，天师上面一张白纸，一点点是上不了。搿么拿12两句出来，搿是便当拿出来就，你听了，天师上笑，那个3道本乃是以身称。搿以身称啥个来句才？虽然这三个来句听不懂哎，什么叫以身称啊？义女的义，身体的身，1称2称的称，搿个3个字并列一道就是个下字，分明是你下等那个。错这个眉头，搿天师上为拼音字母了，这加入 ABC 的EF 级了哇！难得一口一口，喝进地旁吹过来一口，开心，啥子？啥个天师？一本白纸的一个字也没的，来了黑光路7根雨伞，要杀个草地旁摆了他。有功身来，神起勿忘范水。怎样？什么天师不天师？分明一本不知，一时都没有，欺君大罪。这个啊，是吃陛下，这么天师上没事呐？许多家真是福至心灵，第一个辰光是家里不慌不忙，拿本天书哈了一合，对中皇帝一讲，请陛下容我拨开。皇帝对上头一口么清清爽爽4个字，服侍天师。对啊，假到服侍天师啊，本当没得事的。哎，是啊。那王范山，神这本天书，口口是一张白纸。是神从小于义人受学，立着一双法眼，一读着一口天书啊，把纸头那个字慢慢讲会得写出来。我一看得清清爽爽，因为我话有德以功的能。那么所以本人口发出的，预计将下等心为归开，3日一双3国眼啊，越发口发出了。搿出了我3国眼关你啥去了？
开大分开好喂。谁等？老臣在。开始让谁的请奏事而故意拿过本章，为与什么话口讲？这个那他意思，啥子皇帝的部队把你起来了？我为我不相信，一个我句句在相信，哪能法跨地退就以退为攻？反所以啊，像老臣那是三少牛老，你已狗屁，确实耳聋一话不退领命，使得老臣好比英雄一般了啊！这个漏气忘气，一来忘了，有点不就不懂着，这翁中话的一个头头眼翁中啥么子叫翁中？你都在懂的，最刚都这个样，下面差是口风是才晓得。翁中啥么子，大人家分等的了，像个杀人杀么杀肉不？皇帝不懂，趁爱将手里两个红手的样的，其中的王凡山，下等是比翁中在那杀人不义。他身为一国之宰相，谁在陛下周瑜，不养不比，不比这比是翁中。他是比杀人不把我王凡山受在举中当作什么东西？哎呀，弄我打分等的喂！哎呦，那么个好蹦出上来，谁等啊谁等？真在那个本章本着谁给为是，唯有扶助寡人为当了得。内也是现在将谁等各取国代，相出为民，给成后门。连子怕把书包抱起他，走。哎呀，老机器呀！大牛多来个玩意，片刻之间把你夸他三夸他个宰相夸他这样，真的拉肚死了，吓得你五句死了养给你，不让一条斗三口子为让宰相，想问到你想起家。真的是这